们学瑶语，宁波教宁波的别港北，他们教他们的舌头讲白，就是出白。宁波他们教宁波的他们的别叫舌头，他教他们的舌头。港北讲白就是这方言的出白，他出白。宁波龙整掐用尽力板嘴犯罪，买海盖准转，买海盖准就是不会这个回心转意，就是他们犯罪，他们不会悔改的。买海盖准就是转，改心。宁波教宁波的别港北，他们教他们的舌讲白，讲白就是出白。宁波弄整掐板嘴，他们用尽力气犯罪。买海盖准不会改心转，就是不会悔改，不会回心转意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港北就是出白，港北就是出白，出白这方言，它是个出白党，它是个出白的。这个瑶语呢，用拼音学呢就是很难学会。用汉字学很简单，这个瑶语它的意义在哪里呢？因为它属于这个楚国语，它不属于汉语。它呢就是它比广东话、比爱族话都要古老。在这个瑶语面前，这个广东话、爱族话什么都不是的。